咁呢度咧，第一個咧，佢話如果係6個小數位嘅話咧，咁即係會係點咧？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即係呢度係進位咧，所以咧就係其實第一個咧真係好誇張咧。其實佢叫你6個小數位咧，但係佢得5個啦，咁所以其實咧 A 嗰個咧就好肯定咧係唔啱嘅啦。咁而第二個咧就係6個小數位啦。咁今次咧就係有6個小數位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咧你呢度咧1、2、3、4、5、6咧，咁你見到咧一個咧係6嚟噶嘛，所以你要進位咧就變咗係0.002346啦。咁 C 嗰個咧就係如果6個有效數字啦，咁就係呢啲零嘅全部唔計啦，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咁所以咧最尾一個咧應該係8嚟嘅，即係進咗位之後，所以咧就係0.00234568啦。咁亦都咧呢個咧亦都推論到咧 D 嗰個咧先至係啱啦。咁所以咧答案咧就係 D。